2025年3月1號，澳門方眾學校舉辦咗主題為「回味澳門，展望未來」嘅第5屆司儀比賽決賽。希望通過今次嘅比賽，等同學們了解澳門嘅過去，展望澳門嘅未來，並且考驗參賽者嘅理解、表達、應變等能力。呢場比賽為師生們帶嚟咗一場兼具歷史韻味與時代展望嘅視聽盛宴。呢次嘅比賽對象為小學5年級至到高3級，其中小5至到初2為未來之星組，而初3至到高3為精英挑戰組。初賽形式，精英挑戰組包括如果用一件物品嚟形容自己，我會用為開始自我介紹30秒，即是從4項時事中抽一項，讀出內容以及評審嘅即時提問。而未來之星組包括自我介紹30秒，分享一件親身經歷過嘅開心事同埋感動嘅事，以及評審嘅即時提問。各組最高分之5位參賽者進入決賽，一共10人。決賽一共分為3個環節，每個環節2個組別嘅比賽形式都有所不同。第一個環節為澳門回憶，各參賽者依照澳門日報網頁嘅澳門回憶片段，逐一介紹澳門嘅歷史及故事。開始時間有15秒開場白以及自我介紹。未來之星組參賽者嘅身份為旁白配音員，精英挑戰組嘅身份為活動現場主持，而場景同埋對象均喺各參賽者出場前約3分鐘隨機抽出。呢一個環節展示着澳門往昔歲月嘅珍貴影像，從古樸嘅街巷到歷經滄桑嘅歷史建築，從傳統嘅澳門手工藝傳承到往昔熱鬧嘅市井煙火。參賽選手們用自己各具特色嘅聲音，訴說着澳門數百年嘅風雨兼程，重現澳門街頭巷尾嘅歡聲笑語，展現出人們堅毅樂觀嘅精神風貌。未來之星組第2個環節為你講我估大電視遊戲，考驗參賽者嘅詞彙量、知識量同埋語言組織能力等等。精英挑戰組嘅第2個環節為2選1，考驗咗參賽者嘅邏輯性同埋語言組織能力等等。問題涵蓋環境污染、科技創造等諸多方面。第3環節為活動現場之執生，未來之星組同埋精英挑戰組將以主持同一活動但不同形式進行比賽。未來之星組以單人嘅形式主持活動，並且要應對一個突發事件，而精英挑戰組就係以雙人嘅形式主持活動，參賽者會與一個重量級嘅嘉賓拍檔主持。呢場比賽雖已落下帷幕，但佢讓同學們以全新嘅視角走進澳門，銘記歷史，展望未來，同時都為校園挖掘出一批極具潛力嘅主持新星。未來呢啲懷揣夢想嘅學子們，必將帶着呢場比賽入面攝取嘅力量，喺更多嘅舞台上面發光發熱，續寫屬於佢哋與澳門共同嘅精彩故事。